根据统计，亲密关系暴力事件当中有超过30%是精神暴力。这精神暴力真有可能是语言上的武力冷战，也若这精神暴力事件若阵处理了无好势，真有可能演变做身体暴力。今仔日就一个以精神暴力做主题影展，要互民众来认捌这个有听声、无看影的家庭暴力。家庭暴力除了身体上的暴力，也有造成心理伤害的精神暴力。以台北市为例，去年有社工介入的亲密暴力事件有4000多件，超过30%是精神暴力，其中8成左右是语言暴力，大约2成是透过经济控制对方的经济暴力。就是说，我只有我在赚钱。那你在家里，好啊，你就是靠我养。如果你没有我给你钱，你就活不下去。所以呢，他回来，他就是觉得说，你是要全部都要听我的。我觉得不需要啊，你的生活不需要出去，好，那就不给他钱。那这种就是经济控制。另外，民间团体指出，现主市也有新形态的精神暴力，或做 gaslighting 煤气灯效应。近期在国外有真侪讨论，煤气灯效应的加害者透过长期否定被害者，让被害者失去自信，认为家己无对方就无法度活落去。民间团体讲，这款精神暴力定伫配偶交往当中的判例发现，一个会对另外迄个人，有足侪，比如讲话会甲讲，我毋是甲你讲过几啊届，你就是。拢较戆，所以你无我，你是要哪活落？民间团体表示，煤气灯效应定互被害者慢性中毒，在无自觉的状况之下，渐渐互对方控制。民间团体建议，逐人拢爱甲外界保持联络，有家己的朋友通开讲，就通对抗这种效应。台北市家暴防治中心也讲，精神暴力袂留下伤痕，若要寻求帮助，透过录音、厝边头尾做证人，拢是方法。记者关条水台北报道。